來繼續來看美國的總統川普一變再變，本地時間伊朗祭出到48小時最後的通牒，講若無開放到荷姆茲海峽，就要轟炸伊朗上大場的發電廠。結果即擺講，因為美國甲伊朗的會談非常的順利，所以決定要延遲5天。也毋過伊朗講無哦，因完全無甲美國來談判，甚至伊朗國會議長直接講這是假新聞。We are now having really good discussions. They started last night, a little bit, the night before that. 原本講好48點鐘的最後通牒，美國總統川普即馬大轉彎，講22號時伊派出美國特使貴科夫和葉警使庫什納，和伊朗一位備受尊敬的領導人進行對話。以色列媒體報道，這個人敢若就是伊朗國會議長卡利巴夫。川普講，兩邊已經達成包含伊朗新落地發電業務在內的15點共識，若是會成未來和伊朗共同控制荷姆茲海峽，所以答應打擊伊朗上大發電廠的決定會延遲5天。路透社報道嘛進一步講，兩邊上緊在這禮拜在巴基斯坦舉辦會談。We have not heard from the son. Every once in a while you see a statement made, but we haven't. We don't know if he's living. 美國到底含啥談保密到底？不過伊朗國會議長卡利巴夫鋪文駁回，講伊朗無甲美國談判，是美國和以色列編寫的假新聞，是要操盤金融和石油市場。You know, I think they're very good. They want peace. They've agreed they will not have a nuclear weapon, you know, etc., etc. 美國伊朗兩邊無共調。彭博社報道講，目前載有2500位海軍陸戰隊的美軍兩棲突擊艦，預計28號左右趕到中東海峽，和川普所講的5天觀察期時間點是打敗，可能川普的行為是要暗號軍事行動的策略。We're doing a 5-day period. We'll see how that goes. And if it goes well, we're going to end up with settling this. Otherwise, we'll just keep bombing our little hearts out. 川普的態度變來變去，互外界攏三無漲。中東戰火敢會停困，或者是充滿愈濟無確定性，外界密切關注。Hello， 我是張新文。想要搶先掌握最及時的新聞資訊嗎？趕快訂閱、按讚、開啟小鈴鐺，鎖定華視新聞 YouTube 頻道。